副主席嘅，由2點至2點半咧，至到今晚嘅7點。咁咧就當然啦，大家亦都有留意到咧，就係阿梁君彥主席咧喺5月4號咧就曾經咧就發送咗一個由余資深大律師啦同埋孫資深大律師寫嘅一個法律意見。咁相關嘅法律意見呢，我都充分睇過啦。咁而根據梁君彥主席嘅説法呢，就呢一個嘅法律意見呢，係應該咧係保密機密嘅。但係可以俾內委會嘅成員呢，喺開內會嘅時候咧，去直接引述嘅。咁呢一個就係我手頭上揸住梁君彥主席嘅呢一封信啦。所以我而家就開始引述翻呢一個孫資深大律師同埋余資深大律師嘅法律意見。而當中咧，我見到咧佢係涉及咧嘅題目咧係直接咧係同我哋同我哋嘅選舉係有關聯嘅。咁所以我就好想問一問咧，第一，我哋有冇機會咧係充分去討論呢一個嘅法律意見啦？而我哋亦都希望秘書處可能已經發送咗俾其他內委會嘅成員呢，就有一份呢係由我哋22位民主派嘅議員呢琴日攞到嘅一份法律意見。而呢一份法律意見呢，就係由簡單啲講咧，就係由呢一個戴啟思同埋陳文敏教授資深大律師咧去撰寫嘅。咁而當中咧亦都係處理緊呢一個余若海之前我哋頭先講余若海嗰個法律意見。咁所以第一，既然如果呢一啲嘅法律意見係直接同選舉有關嘅話咧，我認為咧主席你作為主持係同選舉要處理選舉嘅話咧，係應該要處理呢個問題。而另外咧，我都直接係要質疑咧，就係下晝呢一個會議究竟是否可以討論相關嘅事項？因為咧，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下晝如果既然有時間嘅話咧，係應該繼續選正副主席嘅，而唔係處理其他嘅事項。而呢一個咧係直接係同我哋之前我哋秘書處法律顧問嘅説法咧係一樣嘅，係吻合嘅。咁所以咧，我好希望咧主持你咧可以喺呢一個部分咧可以作出一個裁決，亦都令到大家咧係有機會，因為呢一個議事規則咧係直接同選舉相關嘅。咁所以咧，我好希望咧主持你咧能夠去裁決呢一個是否同選舉直接相關，而跟住咧係令到我哋咧係有清晰嘅指示，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下晝嘅會議，而下晝會議如果處理其他嘅事項，會否令到相關會議不合法，甚至討論嘅議題或者得出嘅結果都不合法？唔該。各位議員我認為頭先陳淑莊議員提出嗰個確實係一個規程問題嚟嘅。咁我留意到好多議員呢都係想就住呢一個規程問題係發言。咁我會呼籲大家撳掣啦。咁亦都有好多議員撳咗掣啦。咁就每人2分鐘啦，好嘛？因為今日嗰個時間比較緊迫。下一位郭家麒議員。唔該主持人。嗱，你呢啲全部都規程問題嚟嘅，你不如你撳掣啦，好嘛？唔該主持人。嗱，我諗冇咗咪嚇，就都相當之令我哋擔心嘅主席，因為我哋面前呢，其實有3個呢係法律顧問嘅意見啦，一個就係本會嘅法律顧問啦，另外一個就係並非內委會委員嘅梁君彥議員嘅尋求一個外間法律意見，2位嘅資深大律師。另外有22位本會內委會嘅委員呢，係委託另外2位資深大律師嘅顧問作出一個法律嘅一個報告。主持人，我諗最重要一點呢，就係我哋睇晒呢幾個法律顧問嘅意見，特別係尋日呢戴啟思同埋陳文敏資深大律師嘅一個報告呢，好清楚呢，喺內委會任何嘅討論呢，只可以係選出一個內委會正式嘅主席、副主席，然後先至係繼續個議程。我留意到今日咧下晝咧有一個由李慧瓊嘅內委嘅主席咧係提出一個特別內委會，但係入邊咧係並非係涉及選舉主席。嗱，我睇晒咧係
陳文敏同埋戴啟思資深大律師嘅一個意見好清楚咧。根據議事規則咧，任何內委會嘅會議只可以咧係完成選舉嘅程序，先至可以繼續咧餘下嘅項目嘅。嗱，我有擔心咧，亦都希望喺度勸一勸咧，就係任何人如果係佢即係離開咗呢個議事規則入邊做嘅嘢咧，入邊所有嘅決定咧係將會面臨挑戰，亦都呢個對立法會以後嘅工作咧係一啲好處都冇。下一位毛孟靜議員。唔該，主席。我嘅規程咧係非常簡單嘅。個主題唔單止係有關我哋而家選緊正副主席嘅問題，而係牽涉好重大嘅公眾知情權。因為而家香港人睇到佢哋忽然間失驚無神，梁君彥呢就攞咗一個係會顛覆我哋立法會嘅議事規則嘅一個法律意見。呢個係原本相對於我哋自己立法會自己嘅法律顧問嘅意見嘅，咁而民主派就另外又自己去問咗一套法律意見咧，基本上係同意原先立法會嘅法律顧問意見。嗰個印象就係2對1。咁你立法會點樣開會嘅咧？究竟係嘛？你唔可以話呢啲就唔係我哋關心嘅範圍。係㗎，因為我哋大家睇到㗎，基本法係寫到明，我哋係要睇埋，我哋要監察公帑係點運用嘅。請問梁君彥究竟花咗幾多錢去攞余若海嘅法律意見嘅呢？呢個係我最大嘅問題之一。咁我希望你主持作為主席咧，而家係會要作出裁決嘅。多謝。下一位陳克勤議員。多謝郭議員。正如你剛才所講呢，今天我哋嘅內會呢係要選舉內會嘅主席。你而家喺度討論議員提出嚟嘅議案，或者所謂嘅規程問題，甚至無係大家晏晝即將有機會去討論嘅兩方面嘅法律觀點嘅問題呢，你已經係越咗權㗎啦。所以呢，我希望你呢盡快進入嗰個選舉嘅程序。我亦都要指出呢，其實本會嘅法律顧問呢係已經接納咗余若海大律師佢嘅法律觀點嘅，並唔係好似剛才毛孟靜議員所講呢係2對1。你哋嘅意見係佔上風，並不是如此，而係應該按翻而家我哋議事規則所提出嘅一個咁樣嘅選舉程序去進行。下午將會由李慧瓊迎任主席咧，係去處理我哋嘅一般嘅事務，亦都有機會讓兩方面嘅議員展述或者係就住雙方嘅法律觀點咧，係作出一個辯論。所以而家並不適宜去進行呢啲咁嘅討論，應該立即進入呢個內會主席嘅選舉。請你留意。嗱，當然大家都想立即進入呢一個選舉主席嘅環節，但係咧而家仲有係10幾個議員撳咗掣，咁我必須要尊重撳咗掣排緊隊嘅議員。梁美芬議員。郭主持，嗱，上個禮拜3呢，我就寫咗信呢，我係俾李慧瓊主席嘅。我係要求呢，佢係行使佢嘅職權，根據議事規則第75條括弧2。其實呢，我哋係認為呢，現時嚟講選舉主席嘅時間應該每一節只係佔用15分鐘，咁交由呢唔係候選人去主持，其餘時間應該為公眾利益嘅緣故，更加好似毛孟靜議員同埋郭家麒議員所講，我哋要發揮我哋監察政府，為咗符合公眾利益，我哋要繼續正常嘅會議。而郭家麒話：我哋要做乜嘢嘅決定，係會有機會係受到司法嘅覆核。其實佢哋可以係去咁做嘅，每個人都有權去司法覆核。但係我相信就梁國雄訴曾鈺成同埋黃毓民訴吳亮星案呢，好清楚，我都好相信香港嘅法院係根據普通法嘅原則呢，一定會尊重我哋立法會。係就住公眾利益嘅緣故，李慧瓊主席佢去履行佢嘅職責。而另一方面呢，就係大家你哋而家拎咗有法律意見，咁梁君彥主席又拎咗法律意見。其實如果再要咁樣
講數量呢，我相信大家可以拎100份法律意見對100份法律意見都唔困難嘅。我認為呢，最後都係交由李慧瓊主席去最後要作出決定。好，下一位係廖長江議員。係主持其實你係咪可以處理呢個規程問題咧？係值得商榷嘅。咁但係喺呢度我都唔爭論呢一樣嘢啦。咁我想講一講咧，係陳淑莊議員剛才所提嘅咧，唔係一個規程問題，因為佢係涉及一個係現任嘅內會主席提出嘅，根據議事規則提出嘅一個會議，所以我覺得係唔涉及同呢個選舉呢個會議咧係完全冇關嘅，所以我覺得你係亦都係冇權作出一個裁決。咁根據嗰個我哋呢個唯一嘅 agenda item 咧，我哋就係要選舉主席嘅。我希望你能夠係盡快回復翻我哋嗰個 agenda item 裏邊係進行呢個會議。其實你講嘅法律意見咧係可以討論嘅。今日下晝咧係大把時間俾大家討論。當時咧屆時咧，我相信嗰個法律顧問亦都在場。咁嘅委員非法律界嘅委員咧，亦都可以就啲問題咧係諮詢呢個法律顧問嘅。咁就關於嗰個剛才提到嘅嗰22位反對派議員攞到嘅法律意見咧，其實係無需要討論嘅。如果主持你係認同嗰個法律意見嘅話咧，而又可以係接受佢所帶嚟嘅後果嘅話咧，咁你其實係可以按照嗰個法律意見去處理呢個選舉主席嘅會議，而無需討論嘅。咁當然個後果係點樣樣，就係閣下自己負責啦。好，下一位係葉建源議員。主席，今日咧我係好奇怪咧，我覺得即係點解我哋應該係一個立法會嘅內務委員會啊，但係咧就竟然咧就另起爐灶咧。今朝早咧就阿郭榮鏗你就主持，咁晏晝咧就有另一位嘅主持，咁個會係中間嗰個係咪有一個連貫性嘅咧？係咪有兩個委員會內會嘅存在咧？咁我哋而家其實咧一直咧都係根據咧係法律顧問所提供嘅之前提供嘅一個意見，然之後我哋內務委員會係接納咗嘅一個正式嘅意見，呢個亦都係用咗幾個月嘅時間嘅一個意見嚟到去進行嘅。咁點解而家我哋有一個外界嘅一個法律意見嚟到之後，跟住咧我哋冇經過任何嘅程序，然之後亦都冇經過任何嘅解釋，咁然之後就話秘書處都同意，然之後就李慧瓊就話：喂，我咧就接納呢一個，咁然之後晏晝咧就改變咗嗰個我哋用咗幾個月嘅規則，呢一種嘅做法，其實係實際上係咪變咗一種新嘅釋法嚟嘅咧？其實都唔係釋法添啊，係一種改變咗成個嘅做法。呢個做法至少係需要，如果秘書處話佢同意嘅話，點解佢同意呢？係咪要拎翻嚟呢度喺我哋呢一個有延續性嘅一個會議上面嚟到去經過討論，經過大會嘅接納，咁然之後先至可以去處理呢？而家咁嘅做法係一種奪權嘅做法嚟嘅，我覺得係完全不能接受嘅。好，下一位楊岳橋議員。我答一答廖長江議員，點解而家我哋係適合討論而家討論緊嘅議題呢？就係因為李慧瓊下晝 call 嘅嗰個會名不正言不順，加埋有利益衝突。其實余若海嘅呢份嘢入邊已經清楚講出有潛在嘅利益衝突嘅問題，只不過佢用一個並非法律語言嘅方法 ，lesser of two evils， 就去話唔緊要。但係呢樣嘢本身已經唔係一個法律語言，呢一個戴啟思已經清楚反駁。大家咁多位保皇黨嘅議員，你哋都有一份嘅，自己翻去睇下。另外，當余若海認為李慧瓊有權力去處理一啲緊急同埋重要嘅事務嘅時候，余若海並冇劃清楚個界線喺邊，即係話呢個係模糊嘅，而咁樣亦都係危險嘅。究竟李慧瓊下晝用啲咩原因、咩理據，點解佢認為嗰個係緊急同埋迫切？呢啲我哋全部都唔知嘅情況底下，佢就走去開呢個會，你就覺得呢個係冇問題？
而本身佢係呢個參選人，佢係直接有利益衝突嘅時候，你容許佢下晝繼續開會？係咪咁多位完全唔知道利益衝突4隻字點解啊？所以你就繼續容許佢咁做啊？呢個咪問題所在咯。仲有而家我哋攞住呢一份余若海嘅法律意見邊度嚟㗎？梁君彥嚟嘅。梁君彥代表邊個？佢問邊個係使邊個錢啊？立法會嘅錢有冇問過大家？可能三文文問過你哋，我唔知。起碼冇問過我哋呢一邊22位民主派議員。抌咗出嚟，李慧瓊一個唔該就接納，跟住就話建基於呢一份完全冇人知石頭爆出嚟嘅法律意見，就要開呢個會，有冇搞錯啊？正正建基於以上幾個原因，我哋就必須要喺而家呢個場合去處理同埋討論。好，朱凱廸議員。首先呢，陳克勤議員頭先話立法會嘅法律顧問呢已經係支持咗余若海資深大律師嘅法律意見呢，就正正説明而家香港立法會嘅情況咯。即係求賢又係你，求證又係你，捉總又係你，你就可以有內幕嘅消息嘅。你已經之前已經同法律顧問啊，全部已經打晒龍通嘅，同中聯辦打晒龍通嘅。呢個就係今日我哋嘅狀況啦。第二，市民要明白而家到底佢哋玩緊啲乜嘢。如果今日下晝李慧瓊可以召開一個會議，係討論唔關內委會主席嘅事項嘅話，咁佢即係話咩呢？即係話其實佢自己身為候選人，已經唔需要再喺呢個選舉裏面去當選，都可以有所有作為內委會主席嘅權力。咁即係咩意思啊？各位市民，就係保皇黨想取消咗呢個內委會主席選舉咯。嗱，點解今朝就要傾呢個問題呢？過去嗰幾個月呢，李慧瓊自己都知道自己只能夠有一個權力，就係定時間去俾郭榮鏗議員去主持個主席選舉。今日都唔例外，所以今朝早一定要由郭榮鏗主持搞清楚。下晝而家李慧瓊開咗一個時間俾大家去開特別內委會啦。咁我哋如果今朝早未處理完呢個選舉主席嘅程序，係唔係應該下晝用2點半到7點嘅時間繼續呢個主席嘅選舉？呢個就要由郭榮鏗主持做一個判斷。唔該。下一位係鄭松泰議員，你係咩事啊？陳克勤議員，陳克勤開咪俾佢。朱凱廸議員剛才嘅發言裏面呢，係有一啲錯誤嘅信息，我想指正呢，就係法律顧問認同余若海大狀嘅法律意見呢，係我哋立法會主席11點半喺咪兜度見記者嘅時候講嘅，係公開嘅資訊。咁啦，可能當天呢，朱凱廸議員仲未起身，唔知道。係鄭松泰議員啦，唔該。唔該，主席。第一樣嘢咧，我唔係法律嘅專業啦，但係喺法庭上咧都有個觀點嘅，就係話即係憑住所謂常識或者 common sense 嘅角度咧，都可以嘗試去作出一啲嘅法律嘅論證。咁我睇唔到嘅就係話點樣同時一位既係主席，但係又參與主席選舉嘅人，佢同一時間係冇利益衝突嘅。嗰個嘅現況就等同於舉個例。而家我哋進行一個主席選舉嘅時候，佢喺隔離話開一個會議，係要進行國歌法嗰個嘅即係繼續處理個立法程序啦。咁相關嘅委員坐喺度嘅話，大家係有同意啦、支持、反對或者棄權係就住國歌法嗰個推動。咁佢喺嗰邊處理緊嗰個國歌法會議，即係嗰個嘅法律程序嘅意向，點會唔會影響到佢能唔能夠遴選主席與否嗰個嘅投票支持呢？呢一個係最直接嘅利益衝突嚟㗎。再講，如果撇除呢個利益衝突嘅話，咁我亦都理解唔到我哋即係個議會嘅慣例。有外來嘅法律意見嘅時候嘅話，佢係直接去到大主席嘅時候，咁你應該係涉及我哋嗰個議事規則嘅委員，即係議事規則嘅一個嘅問題嘅話，咁冇理由係唔先經過我哋議事規則委員會去處理，
然後直接就話嗱，唔知邊個大狀，你哋議會嘅人應該咁啊咁我哋內會嘅委員就要跟循佢嘅意見，嗰個有冇可能有咁嘅程序慣性喺度呢？當中一定係要解釋點解大會主席佢係有個權係直接 instruct 內會係需要繞過議事規則委員會，唔需要處理關於議事規程嘅問題嘅喎。呢個我好難理解嘅就係點解在座各位係唔會問呢個咁嘅問題咯？唔該，主席。好，下一位何君堯議員。主持人啊，實際上咧就你睇翻你自己啊 Phil Dykes 啊，連同5位嘅大狀司咧，佢俾嘅意見喺 Paragraph G 嗰度咧，佢話好簡單嘅啫，唔好搞咁多嘢啦。佢都奉勸你唔好搞咁多嘢。喺 Page 16嗰度，不如就 get along with 就係 election 啦，唔好大家喺度指證咁多嘢啦。咁所以我覺得最實際上嘅工作咧，就係早幾個月之前，你應該要做嘅就係做翻你主持人嘅身份係選舉。你而家拉埋晒一大叉嘢，完全係同選舉主席同埋副主席冇關。保安嘅問題你又拉埋落嚟講，其實你已經係無限咁樣伸延。呢個就已經係濫用程序。如果談到話呢一個咁嘅所謂叫做利益嘅衝突嚟講，我睇唔到李慧瓊而家喺咁嘅情況裏邊，因為已經俾你停擺咗，要肩負翻做翻主席嘅工作係有任何嘅利益衝突，因為佢唔係為自己嚟做嘢㗎，佢係宣咗誓係為全香港服務㗎。你亦都自己講明咗點解要停擺，因為要阻住國歌法啊嘛。呢個係你自己個人嘅嗰個咁嘅意欲。嚟凌駕喺全香港人身上，你呢個就正就係濫用程序，兼且係利益衝突。點解你會認為話呢個國歌法通過係會影響你或者香港人嘅利益呢？嗱，呢一個呢就已經道出你自己嘅嗰個 intention 係好差。嗱，我認為而家呢兩個意見都喺度，咁啊一定嘅梗係以 ban 語個為依歸啦，因為佢啊真係醒好多㗎 ，feel 低行開啦。咁啊，第二呢，就係你咁樣整落去冇意思啊！各方面已經批評你，亦都係違反咗基本法104。你而家應該係好彩啊！如果我係特首啊，你已經係俾人哋 OUT 咗啦，你明唔明啊 ？OK， 多謝。下一位係葛珮帆議員。係啊，郭主持，我都已經即係多次咧，即係喺唔同嘅會議咧，都係即係批評你咧係越權濫權嚇，即係冇能力去主持呢個選舉主席嘅嚇。咁而家咧，大眾市民都睇得好清楚啦，已經過咗咁多次會議，你仍然都係喺度玩呢個規則規程問題嚇。咁你而家究竟就係想點呢？你係想繼續玩落去，就讓香港大眾市民都知道你哋為咗即係反國歌法咧，咁所以咧就繼續唔俾即係選呢個內會主席啦。今日咧睇嚟咧，你哋都係唔會進入呢個選舉主席嘅程序。咁但係我都係想提醒你咧，而家咧就有法律意見咧講得非常之清楚咧，你係越權嘅。你唯一嘅權力咧就唔係而家叫我哋發言去講呢啲規程嘅問題，而係立即進入呢個選舉嘅程序去選舉主席。我係希望你咧即係尊重下你自己，同埋尊重下我哋整個議會，亦都尊重下我哋香港市民嘅意願，唔好再繼續越權，立即進入呢個選舉程序。好，下一位譚文豪議員。唔該主持。嗱，其實咧頭先阿何君堯講嗰啲嘢咧，即係我唔知佢係咪睇啲唔睇啲，定係特登講啲唔講啲啦。即係第28段嗰度咪講咗咯。即係如果李慧瓊議員佢想嘅話，其實可以隨時辭，即係唔選。退出呢一個競選，咁佢咪可以主持呢一個會議啦？咁都有講啦。咁另外第30段咧都有講呢一個即係所謂點樣 lesser of two evils 嗰個講咗出嚟㗎啦。就係其實根本由頭到尾都係認為呢一個李慧瓊議員咧係冇資格係去主持呢一個內會嘅其他事務，除咗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定出開會日期。咁另外咧，我覺得即係建制派啦，你哋即係過往就淨係見到個掣就撳嘅建制派啦。咁而家突然之間咧，就俾兩辦出聲明，就彈起晒啦，激活晒啦。咁由淨係見到個掣就撳嘅建制派咧，就變咗跳掣派，全部跳晒掣。而家你哋，但係你班跳掣派而家咧就發窮惡咁樣，揾唔同嘅方法、唔同嘅理由。哎呀，總之就要令到李慧瓊坐翻上個主席位嗰度。喂，
你過去嗰大半年瞓醒未啊？冬眠咗啊！而家激活咗，突然之間要做台戲。嗱，陣間俾啲心機你哋睇住㗎。而家中聯辦睇住㗎，港澳辦七情上面啲。始終你哋都係一個尊重翻自己嘅角色，係咪？臨時演員都有佢嘅品行㗎嘛，高尚情操啲好唔好？激動啲陣間，好唔好？應承我，七情上面啲，兩辦睇住㗎。你哋唔係做俾香港人睇嘅，你哋係做俾兩辦睇嘅啫嘛。搞咗咁耐，大半年，而家先嚟發癲，而家先嚟發窮惡，成班跳掣派。係，請大家唔好喺位上叫囂，好唔好？下一位陳志全議員。郭榮鏗主持，而家我哋面對緊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係同所有議員講嘅，我哋眼前有兩份新嘅法律意見。請問大家呢兩份法律意見同內會主席、正副主席選舉有冇關？如果有關，就應該由郭榮鏗你繼續主持呢個會議去處理；如果係冇關，就唔應該處理，或者話應該要喺由正副主席產生咗之後先至去處理，唔係由李慧瓊去再生多個會出嚟去處理。呢個係好清晰嘅。第二個問題呢，就係根據余若海嗰份法律意見第二段講呢，梁君彥只係公開咗部分對自己有利嘅法律意見，隱藏咗一啲可能係對自己不利嘅法律意見。咁佢自己係邊個呢？係梁君彥自己定係保皇黨？但係呢個法律意見係攞立法會嘅錢嘅，我就冇睇過，完全唔知道添。唔好話冇睇過，講乜一滴都唔知。我唔知其他民主派議員知唔知？一陣間發言，尤其是李慧瓊，請你同公眾講，你知唔知隱藏咗嗰啲法律意見究竟係乜嘢嘢？喂，點樣可以有議員係可以有特權或者有優先權去知道嗰個法律意見，而係攞緊大家嘅錢喎？唔係話你李慧瓊、你梁君彥自己夾錢或者你自己眾籌出去喎？而呢樣嘢講到歸根究底就係，佢都係同我哋嘅主席選舉有關。李慧瓊係有強烈嘅利益角色衝突，根本下晝李慧瓊係唔可能可以坐上嗰張凳嗰度去主持佢自己生出嚟嗰個會。你自己生出嚟嗰個會，你翻到你自己屋企嗰度開，唔好喺我哋呢個內會嘅法定時間裏邊開。嗱我見到仲有好多議員咧係撳咗掣投票嘅。唔係投票發言嘅，咁咧我會延長呢一個會議15分鐘。下一位係梁志祥議員。主持一早咧，如果選咗主席就唔使咁煩啦，係嘛？你又將整個選舉咧就拖咗半年都未夠啊！唔知拖到幾時啊？拖到成個會期都完為止啦。呢個責任喺邊度啊？責任我就話係郭主持咯，郭主持就係你嘅責任嚟㗎。但係咧就有啲人咧，就乘機借住呢個機會咧，就準備為下晝個會咧製造事端啦。又話下晝個會咧唔合法啊，又呢樣嗰樣啊。冇錯，法律係有不同嘅意見，但係你絕不能夠咧破壞立法會嘅制度。立法會咧主席已經係問咗法律意見，最後咧係由內委會而家嘅主席咧去決定聽邊個意見嘅。如果你哋夾硬嚟咧，公眾係有眼見嘅。嗱，譚文豪咧就話有人突然間跳掣，咁啊，我覺得咧跳掣跳得最勁係你啊！你啊跳俾美國國務卿睇啊嘛，係嘛？馮寶去睇住你㗎，大聲啲，一陣間下晝跳出嚟，跳來跳去啊要狗餅就會嚟㗎啦！我同意你講法啦，唔該主席。好請大家唔好喺位上叫囂，好冇？下一位梁繼昌議員。主持人啊，兩個點啫。其實第一樣嘢咧，當陳克勤議員話佢 call 咗係我哋大會主席話我哋秘書處係接納咗余若海資深大律師嘅意見，但我都好奇怪點解6個月之後咧佢先即係我哋秘書處會接納咗呢個意見，嗰個客觀情況有啲咩改變？其實冇改變，嗰個狀態嗰6個月都係一樣。咁作為一個法律專業人員啦，我哋嘅法律顧問嗰個 independence
嗰個 integrity 喺邊度呢？係咪受到我推測嘅就係咪受到啲有形、無形、直接或者間接嘅壓力，係去接納咗呢個意見呢？嗰個思維喺邊度呢？嗰個論點喺邊度？點解會接納咗意見？呢兩個意見其實係完全係 contradictory 喎。點解會喺幾個鐘頭內或者一兩日之內會轉變嘅？呢個我第一個疑點應該要解決嘅呢個問題，因為秘書處、法律顧問都係服務整個立法會嘅，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嗱，第二個問題，關於有多建制派同事提出嚟話嗰個法律意見或者係戴啟思法律意見或者余若海法律意見邊個勁啲咧？呢個我冇得講嘅，即係講重量梗係戴啟思重啲啦，點都係呢個無可置疑嘅呢樣嘢。嗱，如果睇翻戴啟思嗰個重點咧，關於一個現任呢一個嘅內委會主席李慧瓊咧，其實兩份法律意見都有講到呢一個 potential of conflict 嘅 point。嗱，我 quote 翻好快啫，其實戴啟思嗰個意見22段最後話 ，an incumbent ex chairman may seek to abuse her power by prolonging or delaying the process of election, so that she remains 咁就靠咩咧？就係靠現場嗰個係呢個好過程啦，咁咧就可以繼續係有一個做嗰個主任咁。濫權同埋一個濫用程序嘅可能性嘅。唔該。好，下一位李慧瓊議員。主持各位市民各位議員，其實法律意見有不同呢，就係經常都見嘅。我去召開會議。晏晝，如果今日仲係未選到主席嘅話，係主持會議，係根據議事規則同埋內務守則賦予我嘅權力。議事規則講得好清楚，我仍然係迎任主席，直至新嘅主席選到為止。而我亦有嘅權，亦都係冇被議事規則削弱。同樣地，一如既往，我係尊重立法會法律事務部俾我嘅意見。我係需要召開會議，係去處理、聽取大家係就不同法律意見提出嘅問題，亦都係去解決而家內會長期未能夠係處理嘅各種法案等等。呢個係第一點。所以陳志全議員講我生出嚟嘅呢個絕對唔係事實。我係按照議事規則同埋內務守則。如果你話我生出嚟，請你指出我違反邊一條內務守則同埋議事規則。第二，關於角色衝突，呢個亦都唔係事實。其實只要今朝早上選出內務委員會主席，下晝就由新任嘅內務委員會主席主持會議，甚至決定我早前定嘅 agenda 是否合適。我亦都冇去參與應該話主持選舉主席嗰部分。其實選舉主席嘅進度啦、安排咧，全係各主持同埋大家係去主導嘅。我點有角色衝突呢？如果今朝選到主席嘅話，其實一切嘅問題就迎刃而解嘅啦，就冇大家所謂嘅角色衝突，因為新主席咧就可以去處理餘下嘅事啦。下一位係陸頌雄議員。主持其實你咧真係冇資格處理呢啲嘅動議咯，已經係半年啦。你玩呢個內會選主席嘅遊戲，失職、失能、濫權，市民睇得好清楚。你閣下同埋你嘅同黨反對派嘅一班人，亦都係喺唔同嘅場合承認咗咧係有一啲咧其他嘅目的，我稱之為一啲不正常嘅目的。一就係你哋都承認咧係抗拒國歌法嘅順利審議嘅。第二咧，琴日咧楊岳橋咧講得好白嘅，就逼李慧瓊主席退選啊嘛。其實就係藉呢個選舉主席嘅鬧劇去內委會去奪權。嗱，呢個咧係有一個咧干擾選舉正常程序一個好清楚嘅目的，係楊岳橋咧逼李慧瓊退選。咁其實頭先郭家麒議員咧我都多謝你，你咧都稱呼咧李慧瓊係主席你哋嘅信件咧亦都係寫俾李慧瓊主席嘅。咁所以可想而知咧，其實而家李慧瓊的而且確仍然係我哋內委會嘅主席。但係你又繼續咧霸住個主席台，
繼續玩呢個黃色政治紅利圈。咩政治紅利圈啊？就係挑起矛盾，然之後籌錢揾自己人去揾法律意見，籌錢籌35萬啊！有啲朋友俾你哋啦你哋好開心。咁啦，陳文敏啊、戴啟思都係你哋嗰啲御用大狀嚟啦，係嘛？必然呢就有個預設嘅立場、預設嘅答案，咁有咩意思呢？市民其實呢啲把戲呢，呢啲叫做即係認真真地胡說八道，就係主持閣下你呢，喺呢半年一個好精彩嘅表演，就係認真真胡說八道。好，我學咗啲新中文。張超雄議員。唔該主持。首先我要向李慧瓊指出咧，你違反咗嘅議事規則咧，就係第75條，同埋內務守則咧就係第20條。如果你唔清楚，請你再參考一下戴啟思同埋陳文敏兩位資深大狀嘅法律意見。咁佢哋講得好清楚嘅，即係你作為一個現任喺上一年延伸到而家嘅一個主席咧，你唯一嘅權就係去主持選舉。你作為候選人，你必須退出主持選舉呢個位置。你而家嘅權就係定選舉主席嘅會議。咁至於呢一個外聘大狀呢一個意見呢，主持人，我認為呢係同我哋今次選舉內會主席係直接有關嘅，因為好簡單呢，呢個意見裏邊呢亦都指出咗，而家李慧瓊佢仍然係主席身份，佢係有利益衝突嘅。個利益衝突呢，其實亦都展現咗啦喺呢個附件2第 F 段嗰度呢，佢就話如果現任主席係故意拖延呢個選舉，就會令到佢可以繼續行使主席嘅權力。咁呢個係一個好清楚嘅利益衝突嚟，所以係絕對同而家我哋選舉嗰個程序係有直接關係。所以我懇請你主持人呢，你必須要裁決呢一個外聘大狀嘅意見呢，係唔係符合規程？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如果李慧瓊喺下晝佢繼續主持呢一個會議嘅話呢，我係會視佢為退選嘅。即係如果佢濫權嘅話，佢必須退選。第三，我希望呢，你下晝如果今朝未完成呢個討論，你下晝繼續主持會議。下一位梁耀忠議員。多謝主持。主持，我都希望李慧瓊議員咧，真係聽聽頭先阿張超雄議員咧所講嘅嗰兩段嘅文字咧，希望你參考一下。即係你唔可以咧，就求其咧，你自己選擇咗一個嘅外判嘅大狀咧，就認同個意見，就一人話事咁樣自己封喉，就話自己咧仍然有權去做呢個嘅主席咧，而係提出一啲嘅會議嘅內容嘅議程落嚟嘅。主持，我覺得咧就係即係大家要明白一個道理咧，就係我哋一直以嚟咧都係一個除咗頭先阿張超雄引用嗰兩個條例之外咧，仲有慣性嘅就係乜嘢咧？就係為咗能夠令到我哋個議會能夠可以繼續選到新一屆嘅主席同埋副主席嘅話咧，就容許上一屆嘅主席去安排一個會議同埋主持個選舉嘅程序。呢個係不過我哋傳統上都咁做嘅，但係就冇任何嘅權力賦予嗰個嘅所謂繼續喺度現任嘅一個嘅主席咧，係可以有權去釐定一啲超越作為係選舉主席同埋副主席嘅其他嘅議程嘅，因為冇任何賦予嘅，亦都唔係我哋過去咁多年傳統同埋習慣上高去做嘅工作，係完全冇嘅。如果李慧瓊佢咁樣做法嘅話咧，唔單止係違反咗我哋嘅規程問題之，我哋嘅議事規程之外咧，係違反咗我哋傳統嘅做法。今日你話情況特殊，所以特殊處理，問題在於我哋冇一個咁樣嘅一個嘅特殊嘅處理嗰個規矩。如果你覺得外判嗰個嘅法律意見值得參考嘅話咧，佢點都要經過個程序去確認先至可以，唔係由你哋自己
話事就可以。我覺得咁做法嚟講話咧，係完全超越咗同埋係凌駕咗一切嘅程序嘅。下一位莫乃光議員。主席，我好簡單嘅啫，我都忍唔住一定要回應下陸頌雄頭先講嗰啲嘢。你唔好去侮辱嗰啲參與眾籌嘅市民，佢哋係真心真意知道而家立法會同埋香港出現咗咩問題，揞荷包嚟支持我哋，唔係好似你哋咁樣匿咗喺成個立法會主席嘅後邊，用公帑就去揾你哋嘅御用大檔。陸頌雄，你有冇睇過戴啟思嗰份嘢啊？你走咗，你有冇睇過你自己余若海嗰份嘢啊？英文嘅有冇睇過啊？李慧瓊，如果你有睇過戴啟思嗰份嘅意見，你好清楚入邊最重要嘅問題就係你一個人嘅利益衝突。第二，有個最簡單嘅解決方法就係你退選。講完。好，由於時間關係咧，我留翻少少時間去聽完大家嘅意見之後咧，就住呢個規程嘅問題咧，我嘅睇法同埋裁決咧係咁樣嘅。睇翻就係立法會paper LC paper LS 11/19 -20第7段咧，佢嗰度講得好清楚，就話內委會嘅主席喺未選到新嘅主席之前咧，佢嘅權限就係在於去選舉主席，而選舉主席亦都係每一次開會嘅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即係第一項議程就係要係選舉主席。咁我留意到咧，有人話法律顧問嘅意見係咪改變咗？咁我睇翻呢，就係 LC Paper LS 67/19 -20就係4月27號2020年出嘅一份文件 Annex 1裏邊呢，同埋第5段、第6段亦都係維持翻當時佢嗰個意見，就係話點解呢一個主席嘅未選到之前呢，現任主席嘅權限係只能夠選舉主席，而佢擔心嘅就係將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會影響到所有其他委員會，包括財委會，包括其他事務委員會，第時呢都會出現一個好大嘅缺口，同埋呢係會有一個嚴重嘅利益衝突。咁呢一個我唔讀晒出嚟啦，就係你等我講埋先啦，你等我講埋先啦。第5段同埋第6段嗰個意見呢，亦都好清楚。咁所以呢，我認為呢，林健鋒議員，你等我講埋先啦，好冇？嗱，如果根據呢啲咁樣嘅文件同埋考慮過相關嘅法律意見之後呢，我認為2點半嘅會議都仍然係應該。陳恒鑌議員，請你唔好喺位上叫囂。我認為2點半呢個會議應該係繼續選舉主席為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仍然係第一個議程應該係選舉主席。所以呢，2點半呢個會議，如果李慧瓊主席係要求召開嘅話，應該跟翻議事規則，就係選舉主席為第一個議程。咁呢個係我就住呢個規程問題嘅裁決。係林健鋒議員咩？你請大家靜啲好冇？你不但只係濫權，而且過時。正話你講話法律顧問嘅意見係4月㗎，坐你隔離啊？點解你唔問一問佢啊？葉劉淑儀議員，請你翻得㗎啦，我哋完㗎啦。點解你唔可以透過秘書？點解你唔可以透過秘書去問一問佢啊？好，咁我哋而家咧宣佈就係，如果2點半開會嘅話，應該係繼續選舉主席。今日會議係完結。